嘉义文创园区对2016年开始，和外口的厂商来经营。本地厂商是签15年的合约，所受到疫情影响，要提早甲文化部来解除合约。嘉义市政府表示，会协助园内面不到50间的厂家，嘛呼吁到文化部要成立专案办公室，让园区内面的建筑物会当重新再利用。占地4公顷、全区有16栋建筑的嘉义文创园区，因为疫情的关系，厂商结束5档外的经营。内底将近50间的店头，为了保护权益，嘛成立自救会。有业者讲，相关单位应该爱思考，卖互这个观光的大门卡袂到就停来。对嘉义地方一个公共财的一个，我觉得是不尊重。身为主责单位的，像文化部或者是我们的地方政府。我们还能再放任它再这样子再放5年、10年吗？厂商甲文化部的合约到7月30日，内底一寡艺文等等的物件嘛拢拆掉。而园区推广艺文的团体就讲，这个园区是嘉义艺文发展一个真重要的所在。嘉义市确实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小剧场创作空间，那我们很希望说，接下来其实不管是哪个单位接手，还是可以在这个地方持续经营。嘉义市文化局表示，这个园区是台湾设计展的展场之一，展览的规划并无受到解约的影响。除了会协助店家来维护因的权益，嘛呼吁文化部会当来嘉义成立专案办公室，共同配合重新规划文创园区的使用甲发展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